C21港房成交點評，新盤入伙即6二手轉售，九龍城南手1年賺逾10萬。隨着整體新盤市場持續暢旺，整體新盤貨尾庫存買少見少，近年來不少新盤入伙不久便紛紛錄得短炒獲利個案。新入伙新盤不單租賃市場暢旺，連帶二手市場亦相當暢旺。剛於1年前才推售的恒地九龍城單床新盤南手項目於月前正式安排收樓，近日已接連錄得多宗二手轉售獲利個案。其中一個開放式單位，投資者購入單位不足1年便成功短炒獲利，賬面賺逾10萬元。位處於九龍城南角道8號的單棟新盤南手項目，每層15伙，整體合共提供313伙細單位，悉數提供開放式及一房細單位，面積介乎178至358平方尺。項目最大買點在於大堂入口毗連港鐵宋皇臺站 B3 出口，基本上與港鐵出入口零距離，加上位處41號校網，甚受學生家長歡迎，因此項目剛剛入伙，無論租賃及買賣都相當搶手。物業首宗二手成交為高層 A6 室，單位實用面積200平方尺，屬開放式設計單位，向東南望開揚啟德景，最新成交價為410萬元，實用尺價達20500元。原業主於去年3月才以399.78萬元一手向發展商購入單位，購買時印花稅低見100元，日前剛以410萬元轉售，持貨不足1年賬面獲利10.22萬元，期間稍微升值2.5%。有關香港地產最新訊息，可瀏覽世紀21香港C21HK。